跨出我的舒适圈，找不认识的人拍。对，然后而且还叫人家脱衣服。你知道我那天有多害羞？我当然是有看到他脱到剩小内裤的样子，可是我没有拍他穿小内裤的样子啦。不要一直叫我回想好不好？哦，我的天啊，流汗！还好这件衣服是很吸汗的。跟舒适的感受，无数的洋装呢，带着脱俗的典雅气质。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，真的有变胖。对，但是我知道一个瘦子跟你们说他变胖了，你们都不会相信，而且还会讨厌他，所以没有，就是当做是我说罢了。我跨出我的舒适圈，找不认识的人拍。对，然后而且还叫人家脱衣服。没有啊，他有穿啦，但是就是有露。原本只是就觉得说，让这个男生穿不太一样的衣服，对，然后不是一般的衣服这样，然后就穿上去之后发现尺寸有点不合，然后我就在想要怎么让这个创作变得更好看，所以就请那个工作人员帮他把那个背后的拉链拉开，然后工作人员是男生，居然给我害羞，一个180公分的男生，然后在那个男生背后说，我好害羞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喂。好像对，开启了一个浪漫的篇章。你知道我那天有多害羞？就是哇，就是我当然是有看到他脱到剩小内裤的样子，可是我没有拍他穿小内裤的样子啦。然后我就对，不要一直叫我回想好不好？哦，我的天啊，流汗！还好这件衣服是很吸汗的，真的排汗哎。我真的被你们弄到我红红的。我了解他吗？我觉得应该很难了解他吧。他是一个比较，我觉得他也算是奇妙挂。就是我觉得他真的不像他看到的样子。你知道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们都聊一些商周的内容，因为他是冒险王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人定胜天的类型。刚我老公嫌我逛 7逛很久。我就跟他呛虾，我就说我又没有逛什么 LV 名牌包包，我不就是逛个 7而已，你也在那边人身在福中不知不要逼我。8:25，是忙完了。对啊，爸爸现在才开始吃饭喽，辛苦喽。小只已经睡歪了，大只的正在享用他的晚餐。帮我插着导航，不然我真的会不知道我接下来往哪里开。反正我就是幻想我明天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超漂亮的海景。对，第一次嘛。想办法一下哦，等等我。我们去七星潭，1小时之后。1小时。这是个停车场，这样就是有厕所，厕所里还有人呢。因为这是个公厕，那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地方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我不是那么舒服。其实再往前一点就是七星潭。好，我们先去看看。这旁边是长这样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这边？觉得可以啦。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海啊。对，那边其实就是。然后在这边很多天。没有了。在这里睡觉前，今天早上就去。他们已经在上面睡着了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过夜，所有行李都没有摊开，所以我的睡觉空间只有这样子。然后前面是长这样，我可能把脚跨着这样，然后睡觉，或是我待会会坐到那边，然后脚跨过来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宝贝，走。哎，我看看前面是什么。哇，哥哥，哪里狗狗？前面那里啊。哦，你眼睛真好哎。再重申一次，就是如果你要车速或车泊，不要下装备，不要乱晒衣服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也不要制造很大的噪音。希望四周的人都可以很开心。OK， 那我们就去尿尿吧。快嘞嘞，开什么？你想开什么？怎么样？没有。刚我老公嫌我逛 7逛很久。
我就跟他呛虾，我就说我又没有不逛什么 LV 名牌包包，我不就是逛个 Seven 而已，你也在那边切。人身在福中不知，不要逼我月经来心情不好。好了，我爸赶快去尿尿，等下尿出来。为什么？爸爸去尿尿，然后我们等下再去逛 Seven， 好不好？你看你女儿，我懂了，我最好的 partner。爸比，爸比去尿尿了。妈咪抱抱我。每次磊妈进到 Seven 就像进到精神时光屋一样，一进去就这样，然后把一家人丢在车上。我真的是，昨天弟弟在车上睡觉，连2次都把弟弟弄到在哭了，就等到哭啊，睡到那种啊，让我抱怨一下。不要拍是不是？那你不要哭好不好？等妈妈一下好吗？开进去。那边吗？有啊，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家了啊！都下来看看，都下来看看。各位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住的地方。Come on, man！ 哦，远方是什么？是海啊！我们是可以用这间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先看一下。过来看房间吧，快来看！请进，快进去。拖鞋。哇，好大哦！这跟民宿有什么两样啊？哇哦 ，man！ 哇！这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喜欢了哈。你会需要用这里面吗？哦，不确定，我最终会决定让他们使用什么空间，但是特战训练已经过去了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。有一种大好日子终于要来的感觉，请你们跟我一起期待，好吗？台东，我来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台东马街医院，因为你妈她必须挂急诊。